會課題。係啦，好，我想問一個問題，因為你頭先講嗰啲例子幾個唔同嘅語言模型咧，即係將呢啲 AI 咧，as 一個 governor 嘅身份擺入去啦，即係佢係管理者啦。咁嗰啲人民咧，咁你話用紐約市作為一個藍本，即係話當都係紐約市嘅普通人咁樣 react to 呢一啲佢提，即係佢哋頒布嘅政策啊，或者係咁樣，到底個城市會點樣生存係咪啊？係啊，佢嗰個前設嗰個其實唔一定係用紐約市，只不過紐約市係定咗一系列嘅參數，即係例如乜嘢咧？例如就係話嗰個虛擬嘅城市，好似頭先啦，阿 Lori 都有講係 SimCity 啦，SimCity 咧一開始你玩個遊戲咧，佢係預設咗一系列嘅一啲嘅架構嘅，就係例如咩？例如醫院啦、警察局啦。一啲trading office 啦、商業中心 CBD 啦，OK， 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架構係已經係預先係設置咗俾你嘅。咁跟住咧，嗰啲 AI agent 咧就有佢哋自己嘅能力咧，係去移走佢，或者係去增加一啲新嘅個體入去都得嘅，完全係自由化。而且咧，嗰啲 AI agent 係仲有能力係可以 access 到 internet 嘅，直情係成個模擬到一個真實世界咁樣樣。即係話佢喺一個模擬嗰15日入邊咧，佢可以自由地係去 access 我哋人類世界嘅 internet，係去攞資料、去分析資料，同埋去決定究竟應該係個投票機制係點樣樣啊，或者係應該係點樣樣去做一個 centralize 中央嘅架構嘅管治啊，全部由佢哋自己去演化、自己決定嘅。即係原本佢原初設計就好似當係紐約市咁樣嘅參數去輸入去，等於簡單啲講，等你模擬管理紐約市就可以頂到幾多日咁樣咯。係啦，我哋可以換個第二個城市都得㗎，換香港啊、新加坡啊、上海啊、深圳，全部冇問題㗎。但個參數就改變翻咁解嘅。係啦，參數改變翻嚇，即係只不過呢個係一個 equal graph，即係一個 starting point。我知道。係啦，咁但係咧，其他所有嘅大數據語言模型咧，都要因應嗰個嘅起點嚟到係演化佢哋自己嘅社會。